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yce 啊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單位咧，就喺地鐵站上蓋，正係大型屋苑大圍地鐵站上蓋新世界發展柏傲莊。今日會參觀嘅單位咧，除咗有3房半、2房半、2房1房嘅單位可以做比較，咁我會分做幾條片出俾大家比較參考嘅。柏傲莊當年咧開售嗰陣時，淨係排示範單位都排我8個鐘頭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睇睇個內籠，比較咗之後呢，咁大家如果想睇樓，記得揾我 Joyce 喎。好，出發！而家同大家一齊參觀呢個單位呢，實用面積668尺，3房套廁間隔，屬於一個短圓關位嘅設計嚟嘅。咁呢個單位呢，就做咗啲家私，大家可以更清楚啲擺位啦。咁我企返喺客飯廳呢個位置啦，飯廳做咗一立到頂嘅多用途櫃，咁入去廚房望一望啊。其實全屋咧都保留當年新世界交樓標準嘅，咁佢廚房空間都好合理，足夠台面同埋啲儲物空間啦。咁客廳咧放咗梳化，對面呢個位置就係掛電視位啦。行出去露台，望嘅景觀呢，就係東南望獅子山景嘅，因為樓層都高啊，穿過晒對面啲田心村咁樣望出去呢，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，同埋真係好好風啊！向東南始終呢啲風啊各方面都好啲嘅。我哋入去睡房區啦，呢個單位3房套廁間隔嚟嘅，第一間睡房。3間睡房呢都係同廳一樣望東南山景嘅。第一個浴室都係保留返交樓標準嘅裝修啦。咁同樣啦，呢個位置發展商當年嘅交埋個多用途櫃，上邊有晾衫架啦，中間呢就係一個燙衫拉出嚟燙衫嘅台啦，咁另外呢度就係洗衣機。第二間睡房，入去主人套房啦。主人套房呢個浴室呢，就係浴缸啦。咁另外呢，睇睇個睡房區啦。左手邊做咗衣櫃啦，咁同埋呢個位置呢，做咗個地台床。有呢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一手二手心水推介，記得 call 我 Joyce 啊！期待下次同大家一齊去睇樓。如果有咩意見或者覺得個單位點樣呢，記得留言話我知喎。鍾意呢條片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